今日係星期二，聽晚有快活谷夜馬，交俾我拍檔講下賽馬新聞，交晒俾你啦，浩然。馬圈新聞關於雷神莫雷拉，佢可能又返嚟香港騎馬啦。傳聞報道方嘉柏有意請莫雷拉做馬房主帥，喺10月底嚟香港客串2個月。你係咪以為聽錯呢？我都以為我自己聽錯。幾年前佢明明話自己左髖關節受傷，定係唔知乜嘢屁股痛，總之就騎唔到馬啦。跟住講到好似要退出馬壇咁。香港馬會仲幫佢搞咗歡送會，但係之後佢離開咗香港就開始慢慢康復，仲喺世界唔同嘅地方上陣，例如日本、澳洲、巴西等，時不時都贏到大賽，真係好神奇啊！現時佢喺日本客串期到9月28日屆滿，當日會騎李健夢境跑日本短途錦標，香港前短途馬王金鑽貴人都會跑呢場賽事㗎。唔知你哋係咪雷神嘅 fans 呢？我就唔係 fans。講騎功佢唔及以前嘅北奇、告東尼、魏德禮或者史永邦、戴圖理等等，但佢一定好過潘頓、布文。除咗騎二進嗰陣咯，大家唔好唔記得潘頓係8屆冠軍騎師，莫雷拉都係4屆冠軍騎師嚟㗎。莫雷拉試過喺沙田一日贏8場㗎。聽晚考眼光選擇，3場1號見七群英，4場2號浪漫老窩。呢2隻馬超唔超我唔知，可能要去問棟哥。有位資深馬迷曾經講過，他們在 X 馬，我們知道他們 X 馬，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 X 馬，我們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 X 馬，但我們仍然在買馬。你又領唔領略到當中嘅奧妙呢？今次賽馬新聞講到呢度。交返俾喺錄影廠嘅同事或者嘉賓拍檔。唔該晒，請記住本台並不鼓勵任何賭博行為。本節目內容所提及的馬匹、騎師或練馬師等名字，純粹係資料性提供或考眼光用途。下次賽馬節目時間再見，拜拜。